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伊朗局势，聊一聊美国、伊朗、以色列的三角博弈。今天把今天早上所有的关于伊朗、美国、以色列的新闻都看了一遍，整理了一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失败的可能性在上升，有限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也在上升这是我今天把所有的新闻报道看完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下面给大家把我整理的这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三角博弈，谈判威慑与危机边缘。这个中东的这个棋局弓弦是紧绷的。在2026年2月的地缘政治舞台上，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关系如同一条紧绷的弓弦，一触即发。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通过交易艺术重塑中东格局，伊朗则在内部动荡和外部制裁的双重压力下挣扎求生这个伊朗指的都是伊朗政权以后节目我就不再重复了，就大家自己去理解。这个伊朗和波斯和伊朗人民它不完全相同，大家也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指的是伊朗神棍政权，什么时候指的是伊朗这个国家。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积极介入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媒体所报道出来的这个信息包括特朗普本人发的这个真相社交媒体上发的这些帖子描绘出一幅复杂的画面，也就是谈判窗口犹存，但军事冲突的阴影日益浓重。伊朗正面临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济崩溃，通胀飙升，社会动荡如核计划引发的国际孤立。美国则以委内瑞拉为模板，试图通过经济施压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让步。以色列则担忧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敦促美国采取更强硬立场。我们先要梳理一下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情况，还要探讨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然后我们要评估一下特朗普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还要分析伊朗内部。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他向伊朗人民道歉，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伊朗改革派的目前一个真实的处境。伊朗为什么背上了如此沉重的包袱？那是因为追溯伊朗的历史路径，我们发现基本上看不到伊朗这个神棍政权有什么未来，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媒体的报道尽量去揭示美国、以色列、伊朗这种博弈的深层逻辑，以及对全球能源、经济和安全的潜在影响。毕竟特朗普今天在媒体上一句话说还是倾向于外交，结果今天的黄金、白银又跌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特朗普的一句话，贵金属、石油对吧，能源的价格都是忽涨忽跌的，上下起舞我们先说一说这个以色列和美国会晤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伊朗有什么共同立场和不同立场，他们的安全诉求，他们的目标有什么一致的地方，有不一致的地方。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情况，闭门磋商中的交易艺术与安全红线。当地时间2月11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的闭门会晤，这场持续约3小时的会议成为近期美以动态的核心事件。会晤背景是美国与伊朗在阿曼举行的间接谈判，当然指的是核谈判以及以色列对这一谈判的强烈的疑虑和焦虑内塔尼亚胡的访美行程原本计划在2月中旬，也就是中国的大年初2，但因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进展而提前，这反映出以色列的紧迫感。根据这个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的发文会晤的焦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特朗普强调他坚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以判断能否达成协议，并告知内塔尼亚胡说，如果达成协议将是更为可取的选择，也就是特朗普是倾向于不动手达成协议。当然了，这个你也可以说这是特朗普的叫缓兵之计，或者叫疑兵之计。特朗普说若无法达成，则只能静观其变。这一表述体现了特朗普一贯的交易艺术风格，高开价、心理施压、渐进让步。他同时警告伊朗，引用上次伊朗拒绝协议导致美国的午夜之锤军事行动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先例，暗示谈判失败可能引发军事打击。
而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更为鹰派。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军事能力的新情报，特别是伊朗恢复弹道导弹能力的细节。以色列方面警告，如果不干预，伊朗将在几周或几个月内拥有超过2000枚弹道导弹。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特朗普避免伊朗与美国达成部分协议，并保护以色列利益。会晤期间，内塔尼亚胡签署了文件，宣布以色列加入特朗普的加沙和平委员会。这表明以色列在加沙问题上寻求与美国的协调，以换取在伊朗问题上的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声明，会晤讨论了美伊谈判、加沙地带和中东局势，以强调以色列的安全需求。然而，声明未显示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双方达成什么共识。以色列的媒体以色列时报报道说，美以对美国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会晤旨在制定谈判失败后共同行动方案，就是他们的重点还不是讨论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而且讨论这谈判失败怎么办。也就是这说明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晤并非单纯的外交礼仪，而是战略协调。以色列提供情报，美国考虑军事险象。这个特朗普的真相世界上还发文提及会晤就跟那个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是非常顺利的，两国关系牢固延续，坚不可破，并讨论了中东的巨大进展。当然这个指的恐怕就是加沙地区的和平，反映特朗普的地球和平的蓝图。当然了，也有媒体报道也就尤其是伊朗认为以色列的介入旨在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拉尼贾尼指出，以色列试图破坏谈判，并寻找借口挑起事端。总体而言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这次会晤强化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但也暴露出了双方的真实分歧。特朗普倾向于谈判优先，而以色列则推动军事干预。这次会晤是特朗普他的交易艺术所谓的4两拨千斤一种延续。特朗普以委内瑞拉为模板，通过威慑瓦解对手伊太。但是伊朗它有伊朗的国情，对吧？它跟委内瑞拉还不一样，所以伊朗具有独特的韧性，让特朗普这一模式也面临着挑战。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会晤以后美国的媒体立马就报道了五角大楼准备部署第2支航母打击群，就是乔治·布什号与已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在波斯湾会合，这进一步提升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的访美不仅是为以色列的利益游说，更是为中东的博弈注入了新的变量，推动局势这个天平向军事边缘倾斜。那个美国和以色列具体的立场有哪些不同，哪些是一致的呢？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共同立场根植于战略利益的交汇，但也存在显著的分歧。这些分歧源于两国对风险评估和优先级的不同解读。首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共同立场，那就是遏制伊朗的核与地区影响力。美以双方一致视伊朗为中东安全的首要威胁。共同点首先体现在核问题上，两国均要求伊朗完全冻结核活动，就是在伊朗的无核化，帮伊朗去掉核能力。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是高度一致的，铀浓缩浓度不得超过民用水平，并接受全面的严格的核查。特朗普的宏大协议包括核冻结，换取部分制裁松绑，但前提是伊朗放弃核模糊的策略。以色列则强调伊朗的导弹与代理人网络，也就是那个抵抗之弧是深层红线。内塔尼亚胡为特朗普所带去的关于伊朗导弹库存的这个情报，突出伊朗的这个导弹的威胁，呼吁美国共同干预。其次在地区的影响力上面，美以共享抵抗轴心的担忧。伊朗的抵抗之弧从黎巴嫩到也门的代理网络被视为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利益的直接挑战。特朗普的这个委内瑞拉模式旨在通过经济施压和军事威慑瓦解此类网络，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则与之相呼应相配合。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面美国和以色列是高度一致的，反映出共同遏制伊朗扩张的共识。在经济制裁这块，美国冻结伊朗3000亿美元的资产，并将伊朗踢出国际货币市场，导致伊朗出口石油暴跌 88%， 而以色列则通过情报共享联合行动支持这一施压。美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率持谨慎态度，但
军事选项为后备计划。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共同点。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还有不同的立场，那是什么呢？对吧？所以说尽管共识很牢固，分歧同样也很显著。特朗普倾向于谈判优先，视协议为首选，这源自于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哲学，通过威慑迫使伊朗让步，换取石油托管和经济回报。就像委内瑞拉一样的石油托管给美国，美国来帮你卖。根据特朗普自己发的这个帖子显示特朗普是坚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警告以色列，如果协议达成，也就是你以色列就认了吧，不要干涉我跟伊朗谈判。这个反映出特朗普更注重资源导向，而非意识形态的对抗。特朗普的什么地球和平蓝图强调杠杆而非占领，也就是说特朗普对伊朗是有某种对那个委内瑞拉的这种期望在里面。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特朗普不要达成部分协议，因为这可能允许伊朗保留导弹和代理人。内塔尼亚胡的反美提前正是对美国伊朗阿曼谈判的回应，他视谈判为以色列安全的风险。以色列强调安全需求，包括摧毁伊朗导弹库和核设施，而特朗普则显得更灵活，视军事为谈判失败后的静观其变。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还体现在风险评估上。美国评估伊朗内部动荡，认为伊朗通胀50%以上，上一次抗议死亡超过6000人。那特朗普希望放大施压的效果，认为这个成功率有50%，而以色列则视伊朗这个叫导弹重建为更高的威胁，敦促立即干预。所以伊朗人也毫不犹豫的就直接指责以色列叫挑起事端，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此外，全球影响也是分歧点这个美国考虑油价的冲击，而以色列更关注本土安全。总体来说美以共识强于分歧，但以色列的鹰派推动可能加剧军事风险，特朗普的交易导向则为谈判预留可能性。所以咱们通过这些媒体的报道咱们通过特朗普本人发的那些帖子，还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一些动向，最主要是伊朗目前这个态度，特朗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伊朗难以为继，有限的军事行动概率飙升至70%以上。基于当前中东的局势以及经济、地缘和内部因素，基本上能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当然了，后面会怎么去演化，那还得根据实际情况。这个特朗普的外交哲学强调以威慑瓦解意志，避免消耗。由于特朗普在委内瑞拉这个模式就是他先是围困委内瑞拉，然后突袭抓走马杜罗，然后现在控制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销售，他来给委内瑞拉找客户。这一套模式在伊朗复制恐怕有困难。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伊朗的神棍政权，它是一个相对体系很严密的、组织比较严密的这么一个系统，这叫韧性，坚韧的韧伊朗的代理网络也赋予了这个伊朗有不对称打击的能力。他决定不了战场的这个态势，但是它可以骚扰可以四两拨千斤2025年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虽然重创了伊朗的导弹，但是吧，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那是迅速重建它的导弹能力。本来伊朗内部动荡应该是放大了，对吧，伊朗的这个弱点和伊朗的这个内部空虚，但是哈梅内伊把它转化为外部阴谋的这种叙事，凝聚伊朗的强硬派，一致对外。所以这个伊朗人反复强调，第一个只谈核问题，第二个明确拒绝无核底线，就是零浓缩，这人家是坚决拒绝的。我们看看伊朗国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月11日伊斯兰革命47周年纪念日上呢，他对伊朗老百姓进行道歉，这个也成为伊朗内部动态的一个焦点。佩泽西奇扬向受抗议影响的民众致歉，称在人民面前感到羞耻，并强调政府全力解决困难。表面上看这是伊朗政府的务实姿态，来晚了，你们受苦了，就这意思但真实的意图需要从政治语境进行剖析。就是佩泽西奇扬他为什么要道歉，到底想干啥？表面意图是直面民生压力，展现谦逊，对吧？把责任呢揽到这个政府头上。佩泽西奇扬的道歉呢，针对近期全国示威，官方宣布死亡3117人，佩泽西奇扬承认不足，呼吁团结，反对西方制造焦虑，旨在稳固民心。在经济崩盘
之下，避免抗议升级。佩泽西切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核武器，愿意接受核检查，把和平立场摆上台面，同时反对外部干预。这种一方面强硬，一方面务实，意在国内凝聚共识，在国际上又释放积极的这种对话的信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呢。国内对吧，还要团结这些谈判们；国际上还要让特朗普不要误判。但是佩泽西切扬道歉的真实意图不过是缓兵之计，不过是稳定他政权的，对吧？另外一只手，你不能一味的强硬呢。伊朗的神棍政权合法性基于抵御西方威胁的叙事，道歉并非反思，而是装模作样。哈梅内伊等忌惮民众富裕后主张权力，故维持生存边缘状态，也就是让你永远处在吃不饱饭或者将要吃饱饭的那种条件下，免得你饱暖思淫欲免得你吃饱了饭你要权力所以让老百姓永远保持一个半饥饿状态，便于统治。佩泽西切扬的道歉旨在缓和压力，避免活不下去的反抗，而非结构性改革。大家想一想你心中没有人民，此刻道歉无非是缓逼之计。他稳定国内民心，亮外交红线，但根本不触及问题的根源，比如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种毒瘤，对伊朗国民经济的这个命脉的一种把持和垄断。作为改革派佩泽西切扬道歉也为其个人定位服务，在最高领袖指导下展现人民导向，但不敢挑战核心。真实意图是短期维稳，长期维持叙事，避免政权崩塌。实际上作为改革派，佩泽西切扬他的真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他在民间的这些盟友一个接一个的被抓走了，已经被伊朗的强硬派伊斯兰革命卫队全部抓起来了。什么时候抓到佩泽西切扬还有这个伊朗的外长，这个很难说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跟美国谈判，那就天然的有标签是投降派。这个时候告诉你谁谈判谁就是投降派，对吧？这个时候按照谈判们的这个逻辑要同时向10几个国家宣战，那才叫是主战派。打不过归打不过你必须要对以色列、对美国、对法国、德国同时宣战。佩泽西切扬上台后承诺外交缓和也就是跟西方国家缓和关系，尤其是跟美国。但是其面临内部强硬派和外部制裁的双重冲击。佩泽西切扬强调基于官员努力和最高领袖方针走上外交道路就是主张这个谈话、沟通、对话他多次声明不寻求核武器，愿意接受核查，呼吁地区国家解决冲突。这反映出伊朗改革派的倾向，叫融入国际社会，避免对抗。当然美国和欧盟对伊朗也有几分信任的，对吧？伊朗这个历史上反反复复所以这叫不信任之强阻碍成果。另一方面呢，佩泽西切扬又坚持主权底线，不愿意屈从过度要求。说通俗点，就是避免被伊朗国内的谈判们给他打成美奸、投降派、亲美分子。实际上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主导一切，而佩泽西切扬顶多只是一个执行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垄断了1/3的 GDP， 很腐败横行。佩泽西切扬叫一筹莫展，经济压力放大了抗议。佩泽西切扬的道歉是无奈，但无力解决根源是美西方的制裁和伊朗自己的穷兵黩武。在美伊谈判中这个佩泽西切扬释放信号，但伊朗的红线人家自己也有红线，佩泽西切扬他也无权越过。作为改革派佩泽西切扬试图平衡，但伊朗没有牌，意志也不行。所以说佩泽西切扬叫夹缝中求生存，务实外交稳民心，但无力变革。未来取决于哈梅内伊如何整合伊朗内部各个集团的利益。那我们要说一说这个伊朗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从曾经的土豪到如今的困境，民不聊生，对吧？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凭实力赚到的钱，凭实力给他败干净了。伊朗当初那是中东的富裕国家，怎么一下就到了今天老百姓吃不起饭了？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对吧？那个之前曾经是中东的土豪，到今日困境的一步错步步错。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凭借石油红利风光无限。1976年石油出口是234亿美元，人均收入2200美元，文盲率
降至55%，妇女享有权利。伊朗物有石油加稳定加西方合作的王炸啊！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个石油都是伊朗提供的，对吧？从伊朗这拉油过去炼，根本不愁销路啊！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政教合一，推翻世俗改革，妇女蒙上了面纱，西方文化变成了毒瘤。更致命的是1979年占领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啊，444天点燃美国伊朗的仇恨，美国冻结伊朗的80亿美元，终止石油进口，制裁接二连三。霍梅尼之后啊，伊朗想要当中东什叶派老大，扶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等等，送钱送武器啊，也就是培养这个叫抵抗之狐啊。2015年伊核协议松绑了制裁，但伊朗获得这个片刻喘息之后啊，他的资金并没有投向民生，反而加大了对周边抵抗之狐的援助。2024年叙利亚的阿萨德巴沙尔倒台，抵抗之狐崩溃，伊朗花的钱都打了水漂，影响力清零。说实话，伊朗的核计划不是在霍梅尼手上搞的，也不是在哈梅内伊手上搞的，伊朗的核计划是在巴列维王朝就有了，美国人主动要去伊朗修核电站，但巴列维王朝搞的核是民用。所以你要说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要搞来搞去还是美国人自己种下的这个果啊，今天开了花。霍梅尼一上台之后啊，把这个核计划就从巴列维时期的民用转向了核威慑，扬言要搞核武器。2006年联合国制裁不断，2015年协议限制它的核能力，换制裁的松绑。2018年特朗普任上啊，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也就是特朗普认为伊朗没有诚意。为什么说伊朗是一步错步步错呢？实际上直到特朗普退出这个核协议的时候，欧盟还是支持伊朗的。如果伊朗这个时候单方面坚持2015年达成的那个核协议，那么至少欧洲他不会追随这个美国特朗普的脚步对伊朗进行制裁。结果伊朗选择的是硬碰硬，对吧？你特朗普退出了，那我伊朗也退出，他就开始重启核计划，铀浓缩开始升级。这一下连欧盟都帮不了他了，史上最严的制裁来了。伊朗的石油出口骤降到30万桶一天，外汇暴跌90%，医疗短缺，食品涨价72%，贫困加剧。伊朗的内部腐败远超大家想象，革命卫队垄断与腐败，革命卫队掌控1/3的 GDP， 而且还免税。伊朗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官员大肆挥霍，老百姓缺医少药，导致2025年末伊朗的民众走向街头抗议，从物价抗议到政治诉求。实际上我给大家算笔账大家就明白了。按照以色列人说法，伊朗现在有2000枚弹道导弹，那伊朗人口才2000多万吧，大概就这么多吧，多也多不了多少，那就合着相当于1万人就养1枚弹道导弹。那弹道导弹基本上你像伊朗这种受制裁的国家，那生产成本可不低因为它的元件它的很多零件进口那都价格非常贵。所以我就估算你就1枚导弹1000万美金，那就是相当于伊朗每个人都要出1000美元，对吧？你分他的每个人头上不是1000美元吗？如果这个弹道导弹是500万美元一枚的话，那伊朗人每个人就背了500美元，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伊朗人多少人如果伊朗人4000万人，那伊朗每个人是不是就背了250美元？500万美元一颗弹道导弹，4000万伊朗人来这个承担，不就这概念吗？那你想一想这个250美元什么概念呢？为了平息这一场伊朗人的这个愤怒伊朗政府紧急给全国伊朗人发补贴，发多少呢？一个月是7美元，一年才80美元，对吧？250美元够他发3年的补贴。这个就是典型的不顾民生，勒紧裤腰带搞弹道导弹。这还仅仅是导弹这一项如果你要算上核计划，你再算上什么赞助什么抵抗之狐，给哈马斯给那个拖鞋军真主党花了多少钱？这个就是典型的伊朗是在走看不见的一条军国主义道路。伊朗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伊朗的神棍政权就搞这个，你说他经济能搞得好吗？美国和以色列越打压他，越制裁他，他越要搞核武器，越要搞弹道导弹，越要支持代理人，花钱无数，对吧？本来一天30万桶的这个石油出口，而且这玩意还是通过胆大的不怕死的，不怕美西方制裁的个别国家去进口，对吧？你本来拿这个宝贵的外汇
应该是改善民生，老百姓很多那个药啊，它国内没有，还得进口。他把这个钱没有用在改善民生上面，反而用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贪污腐败和这些穷兵黩武上面。所以说啊，伊朗神棍政权合法性依赖对抗叙事，但穷兵黩武隔绝发达经济，有限的资金用来扶持代理人而非改善民生，忌惮民众富裕，经济压力引发变化。但哈梅内伊年事已高，整合利益很难。伊朗虽然面临着不破不立，但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取决于有识之士的反思。如果伊朗国内由所谓的改革派，比如说佩泽西奇扬主导，那么解除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垄断，开放市场，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外交，或许能够叫浴火重生。但是你要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就是动摇了伊朗神棍政权的执政根基，最终也会导致神棍政权垮台。所以基于以下这些内容这些观点的分析军事打击可能性在70%以上现在的争议在哪儿呢？现在争议就是特朗普是大打还是小打，还是闪击一下，这个我们密切关注。总之，伊朗神棍政权的去向是2026年整个国际棋局一个非常关键的。神棍政权这一垮台，正义联盟老大立马就不行了，对吧？现在正义联盟老大就已经开始上蹿下跳，开始合纵连横鼓动正义联盟的其他的这个成员赶紧跳出来一致对外。这个正义联盟老大这个外交部长叫拉夫罗夫在那个金砖国家会上人家已经喊话了，我们作为金砖国家应该对外统一声音，我们一起来骂美国，不能我骂，对吧？你们在那儿还跟美国眉来眼去的，还暗送秋波，还要跟人做生意，甚至有的正义联盟成员跟美国跪下了。这个正义联盟大哥无奈感叹道，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